好，您这地儿您也来啊？您要是觉着趴着不得劲儿喝，我这儿倒有个能坐个地儿。是吗？就怕您抹不开这面子。哎呦！五姑娘，饶命！拿酒来！饶命啊！好！五姑娘，饶了我吧！今儿我非让你喝个够！胡姑娘，这要出人命的，您会把他灌死的，给您抓不行吗？您呐，把椅子拿走，坐死他，正好臭快地儿。我说别介，胡姑娘，您冲着我的面还不行吗？那不行，他要想起来呀，就得乖乖的叫我三声娘。哎，对，叫娘，我的亲娘哎！让开！都在这里边，别动！大人，就是他。你就是那个半男不女的臭婆娘是吗？啊？听说你还有两下子。行啊，有你的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董字军中人称最恩子的，你恩大爷就是我。拿。行，来，好，大人少喝点儿，大人，是他打了我家的那人，他就是凶犯。大人，去你的！谁是大人？大人是他打了我家那人的。他打你那人啊，跟我是外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说大人，您耽误了我喝酒，我内外一块儿收拾。哎，你这，来。咱们再干上5碗，好，喝酒，干，1碗，来，再来，厉害，干，2碗，来，再来。你糊弄你恩大爷，你欠我。借光，咱们再来，你欠我5碗，你得喝。有点架子。好，你摔了我一个，你还欠我4个。哎呦，哎呦！你还欠我3个。还欠我仨。我说军爷呀，
来来来，快起来吧！看这架势啊，你是董子军里的，对不对呀？没错，对，来，来，你还欠我3个。行了，今儿啊，我就欠着您的吧。不成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我的祖辈上可是在公府里给左宗棠、左大人看家护院的。我可是听说，你们董子军在收复新疆的时候，打洋人可是数得着的。没错，打500，我给董福祥、董将军牵马。哼，那现在咱的刀子可得往外杀，别给那些势利小人当指引。什么意思？哼，洋人在东郊民巷正在杀中国人呢。你说是收拾狗日的，是吗？您来两条小金圆，哎，家玩看着多。军爷，如果你真是董子军的，那就该让洋人知道知道，咱中国人不是让人揪过来就宰的小鸡子。走。四爷，够不够？就是他了，谢了。这块了，这块了。行。就这点也不行。哎呀，馒头刚出锅呢啊！来啊！来，张开嘴，慢慢喝。胡姑娘啊！刚才在秦四爷酒馆，你看见没有？有个人长得那样，跟你那口子别提有多像了，简直像一个人一样。去，又跟我这儿耍贫嘴，你又想挨揍了是不是？哎，骗你是孙子，不信咱们去那儿搂一眼，那人穿的那叫阔，哎，后面还跟着2个随从。我寻思啊，8成是你那口子装扮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走，来走，咱看看咱去看看去。秦四爷，哎，秦四爷，秦四爷，商量，您再商量。秦四爷，哪呢？在哪儿呢？刚才在这喝酒的那几个人呢？走了。这几位也真怪，连个招呼都没打。放下钱，那不出了天了，有事吗？哎，四爷，刚才听二狗子说，这儿有个人长得特像我们家那口子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！刚才我净看您在这折腾了，我这眼里没别人，反正这3位有来头，不像是泡咱们这大酒缸的主。怎么样，3人没错吧？就是那个主子的模样啊，长得特像你们家风起酒。什么是你的？哎，完了一个，慢走您的，我就不送您了，回头见。啤酒，我颠了啊，咱们回头见。好嘞，来下一个。借光了您的，哎。来一点。您说这菜。啤酒，快，你瞧瞧，有人跟你长得一个模样。嘿，老哥，别瞎掰了，天下长得差不多的人呐，嗨了去了。哎呦，什么叫差不多呀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你看看，真神了。哎，走看看去。哎，谢谢小光棍啊！哎呦！